最好嘅晚年就12個字：活得耐，病得遲，老得慢，走得快。你聽住啦，要等人哋養嘅時候，就係人最冇尊嚴嘅時候。各位要記住，人一世最終嘅體面，唔係你有幾多錢，有幾個仔女，而係你可以自理嘅時間頂到幾耐。我哋總以為養老係一場可以提前備好嘅安穩，錢係底氣，仔女係依靠，伴侶係陪伴。但係見過太多老人家攤喺床度喐唔到，嗰日先至明，你以為最靠得住嘅依靠，最經唔起消耗。仔女有自己嘅家，自己嘅難，日復一日守喺床前，磨嘅唔止係體力，更加係嗰份心。唔係邊個啱邊個錯，係各有各嘅難。所以我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，人一世到老咗，真正靠得住嘅，從來唔係其他人，只有兩樣嘢。第一就係健康，盡可能延長自理嘅時間，可以自己喐一日就多一日體面，少一日委屈。第二就係心態，唔好將自己晚年嘅幸福寄託晒喺仔女老伴身上，呢啲都係緣分，唔好強求。唔理你而家幾多歲，都唔好停低修心養性，好到自己嘅精神寄託，心入邊有底，就算第日真係要獨自面對困境，都頂得住，唔會慌神。想老咗少受罪，有尊嚴，唔拖累家人，唔委屈自己。由而家就要開始準備，好好錫住身體，將健康牢牢揸喺自己手度，放平心態，少啲操心仔女瑣事，多啲豐富自己嘅生活。聽我講嘅，守住內心嘅安寧，將晚年嘅底氣同尊嚴親手俾自己儲夠，咁先係最好嘅晚年啊！